已经过身的诗人顾德莎在生进前拍拼推动幼语儿童台语文学杂志，伊过身2个月后，创刊号正式出版，即阵也已经出到第4期啊。杂志的总编辑希望幼儿会当对家己出发，加做全台湾各中以上学习囡仔学台语的文学读本。编辑斟酌对稿，就惊文章内底阁有啥物所在有错误。幼儿童台语文学是今年癌症过身的作家郭德莎在生时尽力催生的台语文学杂志。为2019年创刊到今，已经出到第4期，是家己第一本互囡仔读的台语文杂志。阮编辑群遮的老师吼，拢原来有负责为写稿啦吼，过来就是囡仔的散文甲因的诗，所以讲。囡仔，你要投稿来甲阮看即本，来学吼，你来看看，你讲台语原来嘛遮好耍。总编辑韩婉表示，拄开始文稿的数量无介济，经过编辑群不断去学校邀请甲小改，目前投稿的情况愈来愈踊跃。我写的题目是华语过中秋，因为中秋节我足介意的，会使食月饼，然后会使看月亮。透过这个杂志的发行，互咱囡仔有一寡材料会当来做学习甲阅读安尼，所以对咱的囡仔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杂志。除了正做囡仔投稿的原地，杂志的编辑群逐期嘛拢会设定甲囡仔有关系的主题，希望学校老师推广台语文学的时阵，会当互囡仔更较有兴趣。文学店开始来出册，我拢去学校。阮即种去校啊发，或者囡仔来投稿，佮甲发红包，互迄囡仔迄个感觉讲，有迄个伊来投稿，有红包他摕有个奖励。有诶较特别，就是华语的字、台语有台语的字有诶国语无，安尼，小可感觉台语较趣味。总编辑指出，只要学校会当提出推广教育的计划，幼儿童台语文学杂志拢会免费提供来互学校使用。嘛希望国家会当重视母语课程时间无够的问题。若讲华语一礼拜4节5节，咱台语一礼拜2节课嘛是要足少啊，对无吼？所以讲希望讲咱政府对这个台语会当重视。幼儿童台语文学创刊号伫郭德莎过身2个月了后正式出版，订文的对象是以全国国中以下的学生为主。总编辑韩婉表示，郭德莎在生的时阵捌讲过，幼语就是母语的幼苗，嘛是代代相传的希望。希望会当透过这本杂志，保存在地民俗风情甲声韵的使用方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